来看桃园的路竹有一间幼稚园，雄雄通知讲7月要收起来，因为边仔幼稚园拢无名额，致使有150个家长唔知要甲囡仔送去倒位读册。桃园市的教育局表示，会保障囡仔的权益，甲因转去别间幼稚园。若讲要收大这间幼稚园，目前是无发表回应。法通知书表示，受少子化加政府公设回应地加准公用化幼儿园影响，招生不如预期。桃园路着这间幼儿园雄雄宣布，学期结束就要休困，家长拢硬气。新闻周边的幼儿园拢只剩候补的名额，也无法度过正班，家长就组织自救会，向教育局来求援。目前真的都很彷徨了，要停业，应该要再妥善的安排好所有的孩子之后，甚至应该也要做一个说明会，让家长能够更放心。传出要休困的这间幼儿园，扣掉今年毕业生，也有114人，加上新生34个，总共148个囡仔。教育局一方面盘点附近公私立幼儿园招生名额，为转介学生做准备。另外，也甲幼儿园沟通协调，继续经营到即马，所有的囡仔毕业或者是转让经营的可能。本局已督导该园确实调查幼生家长转介需求，后续则由教育局全力协助幼生顺利转介至他园就读，以保障幼生权益。尽快的将小孩有所安顿，后续的究责、后续的规范，我们再来尽速的拟定，避免小朋友在开学的时候没有学校可读的窘境啊。针对幼儿园雄雄休困，机关认为，即马上调是先安置囡仔起厝，毋过讲到囡仔真无简单适应环境，搁要争取无熟悉环境，也烦恼分离焦虑。强烈要求教育局事后一定要有明确规范甲配套措施，避免同款的情形搁一摆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